苹果派、戚风蛋糕跟马卡龙的台语怎么说？不清楚哎，没有想过。它是台式马卡龙，它不是马卡龙。姐姐，请问可以接受访问吗？马卡龙，龟苓膏，手指饼干，手指饼干，嘿，听起来像不好吃，因为手现在都很脏。来台北佚佗，上幸福的代志，就是来吃西洋的点心。小编上爱吃的有戚风蛋糕、苹果派、马卡龙，也有这。小编伫细汉的时阵是行的点心，因为外形看起来真像马卡龙，所以嘛有人甲叫做台式马卡龙，看起来真正互小编流嘴软呢。不过，这个好食物，因的台语到底是要安怎讲咧？今日小编来到台北的猪肉街、中山捷运站附近的赤峰街，咱进来甲大家问看卖。现在应该看不出来我是谁啊？戚风蛋糕、苹果派跟马卡龙的台语怎么说？戚风鸡卵糕，戚风给的马卡龙就是马卡龙马卡龙就是马卡龙啊，苹果派嘛是讲苹果派啊，苹果派，苹果台语那个令果啊，苹果派，哇，令果派苹果派啊，它的真正的名字叫小牛粒啊。然后你现在是要问台语吗？对啊，不知呀呢，你怎样？嘿，因为它长得像马卡龙，所以才行。对，它是台式马卡龙，可是它不是马卡龙。红锅派，嘿，可以跟公姐讲。嘿，红锅派这个啊，戚风蛋糕，龟苓膏，嘿嘿，啊，马卡龙，马卡龙就不会形容。啊，你刚才彩色的小蛋糕。菜写的小给人哥，对，应该是可以这样，因为马卡龙是彩色的。手指饼干，手指饼干，嘿，手指饼翻译干听起来像不好吃，因为手现在都很脏。这有些台语的那个节目很好哎，可能太久那个俚语都会忘记。所以阿嬷是跟我讲我说俚语啊。嘿，看苹果派，苹果啊，令狗派吧，应该是令狗派。戚风蛋糕，戚风蛋糕，我只知道蛋糕叫鸡卵糕呢，然后唔知戚风怎么念。吹风鸡卵糕吗？还怪怪。那个马卡龙，马卡龙直接翻吗？他直接翻马卡龙。苹果派哦，嘿，苹果令果派，令果派，令果还有哪一个？那个戚风蛋糕，哇，要求戚风鸡卵糕，鸡卵糕，鸡卵糕，厉害哦！啊，马卡龙，马卡龙，哦，马卡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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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虽然听起来大家拢无遐尼紧张，但是嘛拢算是真认真要讲。看起来小编爱互大家一点仔的奖励，斗阵来分享幸福的滋味。这是台式马卡龙，伊的台语到底是要安怎讲？正确答案就是弗林格，伊其实是枕头仔边的日语，fin格演变过来的。看大家食了这么幸福的表情，小编嘛想要来食一个。哇，那拢无啊！即摆小编和大家讲了真济西洋点心的台语讲法，不过这个新词是安怎会推荐这个讲法呢？还是还有其他的讲法？咱来请专业的台语老师来给大家好好啊解说一下。戚风蛋糕吼，啊，这蛋糕咱一般来台语就是讲鸡卵糕嘛吼，啊头前迄是外语啦吼，啊咱去找讲迄个外语的音吼，后尾用台语来讲吼，较接近西方啦，所以咱就改讲做西方鸡卵糕啦。苹果派吼，因为苹果伫咱台语内面有人讲叫日本话讲令果，啊嘛人叫汉字讲苹果，啊所以就是甲这两个搁加一个派，还是讲派吼，看你要讲倒一条拢会使，所以是讲令果派也是苹果派哦，因为这个派咱无另外一种会当取代的物件啦。马卡龙吼，因为这是外国来的物件啦，所以咱就照音改叫做马卡龙哦。因为华语讲马卡龙嘛是照音来讲的，
所以咱嘛是共款啊呢，叫马卡龙。台式马卡龙吼，其实咱讲伊台式，其实伊嘛是外国来的啦吼。啊，咱共学的，啊，伫日本时代伊就来伫咱台湾啊。啊，咱是即马照，因为做即种物件的人吼，因就直接改叫做福令嘎。啊，啥叫做福令嘎？因为这是对日语来的，啊，日语本来嘛无安尼讲，因为这吼就是用镜头泥来食，所以因就是改叫做镜头仔饼啦。哦，啊，这镜头啊，伊若用英语讲是 finger。啊，日本人就把这 finger 用外来语讲做混牙，啊，咱台湾人在学这个时吼，噪音器，所以把这混牙讲做福令牙，所以即马咱就照因做这种点心的师傅讲的，咱家直接就叫做福令牙，就是照日语的这个混牙变音变来安尼讲。所以若是啥物蛋糕，就头前直接翻台语，后壁加鸡卵糕就对啊。哦，那会真好康，还有这通食，袂歹。哇，可以比赞！观众朋友，你若是想要讲台语，却定定唔知影要安怎讲出嘴，唔管是日常生活的清茶、徛鸡、啉食七，还是其他高深的科技博物、天文地理，就爱来线顶咱台语台的台语新词网站查看卖。台语台邀请台语学者专家，每月日讨论各种新闻、戏剧。甲生活内底出现的日常用语甲新词，要安怎用准确佮水气的台语来表达，望大家台语拢会当讲甲自在佮煞泡。